今朝先係咁。今朝就係咁真係我唔記得。對晒，對埋，對埋。翻嚟。time out time out。係咯。記得話總之 up 片係用 BBC 呢個 account 唔係用社工嗰啲或者 browse。我覺得好危險，因為佢粒波。我真係唔知點解，因為飛得唔接咧，成台已經重曬啦啲。我都幾球唔夠啊。7號炒，白色7號板，合白色7號餐，係。攞完牌之後就冇。7號人，開晒。係。3號炒，1號歐板，8個進攻。7號炒，3號歐板，然後1號3分入，3號助攻。
8秒進攻。進攻時間6秒。7號入。8號犯規。大手縮翻低啲。8秒進攻。炒7號 block。跟住4號 O 板加個 turn， 跟住深色7號偷，白色4號O 板，跟住 turn， 然後深色7號偷，跟住深色4號3分入。因為好亂睇到。好啊，5號turn 7號偷，然後收到7號turn，跟住深色7號turn。手波。白色暫停。打咪得咯。好似有啲老母嘅好似。第二節啦，仲3分鐘。哦，開啦。同埋自己你要諗下先。下次可以可以第4節，第3轉第4節嗰陣就可以收力啦嘛，其實。因為佢哋用嗰個係冇啲時間嘅。係冇路嘅。佢係一定會轉邊係冇路㗎。13分炒4號歐版。8秒進攻。5號3分炒8號歐版炒深色7號版，然後白色飯。見到廖青木你幫謝霆希，要走快2步，機會喺你前面。主要攤貓或者冇 OK 攤貓嗰啲時間，啲你冇數據嗰啲嘢要整咧，即係第4節開始冇數據要整，我哋可以收有 number 啲。1號攤深色。即係截住截嘅時候應該冇咩。
8號湯，深色12偷，跟住12兩分炒，白色4號板。5號助攻7號人。冇金打啊！清楚7號3分炒，然後冇籃板。1分鐘。你吸啖氣，深呼吸先好冇？你緊張到個心就嚟跳出嚟啦！你今晚會發惡夢啊！係，你知嘅就係啦，跟住就又谷住到氣啦。板4號3分炒，4號 O 板炒，跟住冇籃板。你話呢度深色犯規，時間10秒。深色12犯規，希換人，夠鐘。夠鐘㗎咯喎。7號入1。哦，佢話細聲，但我噏完。19、12。係。